感謝大家啊！最後做出來這個作品，這個過程其實雖然和 AI 溝通的過程還是遇到了很多困難，發現它沒那麼聽話，但是最終其實它還是幫了我們很多忙，對吧？實現了很多我們之前不可能實現的事情，更好的成為我們的這個輔助。大家好，我係黃麗，我係2021年至2025年嘅學士學生，馬上就要畢業啦，好感謝學校同老師嘅精心栽培。咁咧呢4年嚟咧學到好多嘢，老師亦都好認真、好真心咁樣教咗我哋好多嘢。學校亦都不停咁樣改善呢啲教學嘅設備設施。大家好啊，我係中西創新學院4年班嘅鮑家康同學啦。咁好多謝學校呢4年入面嘅栽培啦。中西創新學院咧緊貼住澳門嘅行業進化嘅，咁師資咧亦都係不斷咁樣優化，係一間一直上升緊嘅學校，就俾到我哋一個好嘅平台，可以一邊返工就一邊讀書嘅。希望可以有多啲之後嘅同學可以一齊嚟呢度做校友啦。多謝中西創新學院嘅各位教授啦，呢4年以嚟對我哋嘅教導，咁亦都希望未來嘅學弟學妹們都有一個更加好嘅前程，大家加油！